周日佛說時光第3集，慈悲的力量。星期日，讓心靜落嚟，聽下佛說的智慧。慈能與樂，悲能拔苦。呢一句經文出自於《大智度論》。佛教講慈悲唔係空泛嘅口號，而係一種深層次嘅生命態度。慈是願眾生得樂，悲是願眾生離苦。當你真正理解慈悲，你就會發現佢唔止改變他人，更會改變你自己。慈悲唔係軟弱，而係力量。慈悲唔係妥協，唔係退讓，而係一種內在穩定嘅力量。當你以慈悲面對傷害，你唔係逃避，而係選擇唔再被仇恨綁架。真正強大嘅人係能夠原諒，能夠理解，能夠放下。慈悲唔止對人，更要對自己。好多時我哋對自己好苛刻，責怪自己唔夠好，唔夠快，唔夠成功。但佛教教我哋要先學會對自己慈悲，原諒自己嘅過去，接納自己嘅不完美，然後你先有能力去愛人、幫人。慈悲係修行的起點，亦係終點。修行唔係離群隱居，而係喺人群中修心。你每一次選擇善念，每一次伸出援手，每一次唔計較，都係慈悲嘅實踐。慈悲唔係一種理論，而係一種活法。本星期金句：見苦得悲，見樂生喜，平等一心，名為慈悲。真正嘅慈悲係見苦不忍，見樂歡喜，心無分別，愛無界限。下周再見，願你心懷慈悲，日日自在安然。願你所行之路皆有光明相伴。多謝收睇。